在胖吗？我还说对天发誓，绝对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选择。你干什么？我就想这么一直看着你。我总觉得你这眼神里面透露点什么。想起大牢之夜，总有点情不自禁。青天白日的，你克制一点。此去玄虎城，途经威猛山，想起客栈储物间那一幕，总是有点遗憾。遗憾你找白洁去，你找我干嘛？哎。老板，我的酒。来，小二快上酒。来了。来，等晚上这边。不是你们说这橙子跟香蕉要是在一起，他们生的孩子交全呐？三位先生，哎呦，你们怎么跟来了？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少城主，临走的时候呀，韩少君非得把我们带上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敢问。许是怕少城主一路寂寞，让我们一路陪着讲故事解闷儿。恭贺少城主，贺喜少城主，绞尽脑汁躲过明枪暗箭不容易，终于活到了大结局。这多亏了三位先生的出谋划策，我这也是纯属侥幸，有道是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哎，其实我可是站在少城主和裴思雪这边的。你懂什么？那少城主跟韩少君矛盾有多激烈，感情就有多浓烈。这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这感情也是有很多种的。就是，谁会喜欢那个一开始就要非杀死自己的人？对，谁像少城主这样扭转乾坤？不是，那你家二郡主一开始还那么温柔呢，那么现在也，人呐，不能只看外表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二郡主还不是少城主逼的。不，等一下，你们都知道了？苹果、橙子、香蕉，不是，你们这是什么时候知道了？是这样的，你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想撮合香蕉跟苹果在一起吗？设计一出美救英雄，让这香蕉啊流落到这个教坊司，然后呢受人欺凌，到关键时候呢再让这个苹果呢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当天呢你就带了这个韩少君去了教坊司，还逼他与越人比武，那这我们3个那也不是傻子，这不就看出点端倪吗？对吧？佩服。少城主为什么对周边的人如此了如指掌，而且知道外人很多不知道的秘密，比如龙骨藏在哪里，韩少君有心急，经常未卜先知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们都在故事当中，而我却在故事之外。啊！对，少城主难道是？哎呀，神仙转世！随便吧，怎么说都行，反正这苹果的确是楚楚，橙子是我，这香蕉自然就是韩少君了。这个故事呢也是我写的，有朝一日等3位先生进入到自己撰写的剧本里，处境也就会跟我一样。这么说来，是少城主创造了我们呐！哎呦，还没有。等我回到花园，一定把少城主的事迹编纂成册，流芳千古。可瓜，